即届丹那市风台是造成南部地区真严重的灾情，部分地区呢，这信号甲网络拢断去，甚至有的电视到当时也无法度通看，互当地人是真恶来接到外界的消息。业者是来承诺讲，会伫7月底全面来恢复电信的信号，也那电视业者嘛讲会加派卡手来处理。另外，即马为着要来提悬未来灾害应变的这个能力，数发部嘛已经咧规划未来预算，强化咱的通讯韧性。 丹那市风台甲南部算得甲真厉害，部分地区的信号和网络断去，甚至有的电视嘛无法度看，互当地居民真恶接受外界消息。电信业者回应讲，目前已经派人力加强，上近7月底就会当全面恢复灾情的信号。另外，电视业者嘛讲，电视信号的线路需要配合灾后的重建，已经加派卡手，希望量早恢复。来看哪一些这个基地的涵盖情况，会做所有这种叫做频改优化的工作。我们 定目标，7月底能够完全维护这个整个用户的通信的品质。因为它的断感、微感需要清理，所以它会把全部的缆线收掉。所以这3区呢，我们不是抢修，而是要重建。好，那重建的过程，我也紧急加派人力。国家通讯团部委员会表示，目前信号也无改好的原因，和目前建设的是临时的基地台有关系，已经有派行动基地车去支援。也毋过目前车的数量无够，未来和各单位参详，敢通增加数量。另外，数发部表示，经过这届风灾，显示台湾应变的能力也无够，亲像提供卫星信号的基地车，敢若20多台，未来嘛继续增加基地车的数量。 卫星中继台都散出去的都还不够，那我们也已经开始盘点，就是说今年的预算跟未来灾后复原的预算，可以优先让 NCC 现在管的这100多台通讯车都先把支架装好。 数发部嘛指出，目前已经和各业者咧参详通讯的基地台会使共用，嘛开始安排未来预算，希望会使全面加强通讯的系统。灾害若是过来，才袂造成通讯中断的状况，互民众会使安心。记者桂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